返嚟節目嘅時間啦！香港作為一個城匯之都，每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大小活動，令到咧救護車服務可以話係供不應求㗎。而除咗本港嘅服務之外咧，原來救護車咧仲有機會有跨境嘅服務㗎喎。不如咧，我哋分享一下跨境服務啊！跨境嘅服務其實就係為一啲香港人啦，佢喺境外，佢有可能有突發嘅急病啊，或者受傷，咁我哋會派醫療護送團隊去到海外啦，帶翻佢翻香港。係啦，咁或者有一啲旅客佢喺香港，亦都需要有相關嘅協助嘅。咁我哋會配備唔同嘅儀器啦、醫護人員啦。咁好似我哋最近有一個個案就係喺台灣，一位20幾歲嘅學生啦，咁喺嗰度遇上交通意外。咁我哋當時接咗呢個個案之後咧，咁我哋安排咗我哋嘅醫護人員去到台灣當地，咁同佢做咗評估啊等等之後咧，咁以呢個醫療專機咧帶翻香港嘅。通常咧係嗰個傷者去聯絡你哋啊，定係還是咧係由當地嘅機構去聯絡你哋嘅咧？相關呢啲服務咧，其實大多數咧可能都有購買到旅遊保險，咁由一啲保險公司啦、救援公司啦去轉介。咁有部分可能佢係喺香港有一啲醫療嘅團體，咁佢去轉介呢啲個案俾我哋嘅。我又想問下大家啦，咁你哋而家服務嘅客戶咧係啲咩人為多咧？我哋而家服務嘅個案咧就各樣都有嘅。咁一般我哋平時做嘅話就係譬如由醫院轉醫院啦，由公立醫院轉去私家醫院啦，或者由私家醫院轉翻公立醫院啦。咁亦都有喺屋企入邊咧安排，譬如定時覆診啊，或者定時去醫院接受治療嘅個案啦。咁亦都有一啲譬如係善終啊，或者係紓緩服務嘅朋友啊，需要我哋嘅服務咯。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個慈善服務啦，之前提過，係由一啲領養機構或者善終嘅機構咧，係轉介俾我哋一啲嘅需要舒緩治療啊，或者領養治療服務嘅病人咯。呢一個咧都算係一個公私營合作嘅模式啦。當中咧有冇啲咩嘅體會咧？其實有嘅，因為始終咧，我哋都係一個私營嘅醫療團體啦。咁第一件事，我哋要去開始咗呢啲嘅慈善服務嘅時候，我哋點樣令佢可以持之以恆，就唔會話做下又停咗啊，因為經費或者一啲嘅情況。所以我哋都要將我哋嘅資源整合啦。咁所以透過我哋嘅唔同服務，我哋亦都會喺我哋唔同服務裏面咧抽取一部分嘅收入，我哋去支援我哋而家做緊嘅慈善服務。咁本身我哋嘅救護車咧，亦都會騰出一定嘅時數咧，就係俾呢啲咁嘅有需要嘅市民去使用咯。咁當然我哋亦都希望有唔同嘅團體啦、政府啦或者慈善機構去同我哋一同配合，將呢件事做得更好更大。咁如果咧做得更好更大嘅時候咧，就係更加多唔同嘅人啦，可以受惠於你哋嘅服務啦。咁我知道咧，公司已經成立咗1年幾啦，喺當中咧有冇啲難忘嘅經歷同埋回憶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咧？有啊，最近都有一位家屬咁同我哋即係講翻佢嘅感受。咁佢係一位咧末期病患，咁喺佢人生最後一個旅程嘅時候，咁佢想選擇去一個頭先阿浩有提過嘅領養院舍嗰度去做一個舒緩治療啦。咁佢揾到我哋嘅時候，咁我哋同佢安排呢一程嘅救護車。佢之後其實反映翻佢當時嘅感受就係喺佢最後人生嘅旅途中，有見到一個藍色嘅天空，望到街景，可以喺床上邊坐直個人。呢個其實已經係佢一個小小嘅最大嘅心願。咁佢都好感激我哋嘅團隊，當時亦都唔係好似平時緊急救援咁樣即係去有一啲關懷啊，有一啲照顧啊，有一啲好細微嘅地方都會體會到家人嘅需要啊。咁喺成個旅程中，佢就都對於我哋嘅服務係讚口不絕嘅。Sylvia，一個私營機構要同公營機構協作咧，其實都一啲都唔簡單啦。仲有一樣嘢喎，頭先聽阿希講咧，如果得到啲用家或者病者嘅家屬嘅鼓勵啊、支持啊，咁都對你哋嘅工作係非常好大嘅鼓勵啦。咁我又想問下啦，咁軟件人嗰度咧，你哋招聘方面或者要求方面，有冇啲遇到啲咩要求咧，或者難題咧？其實我哋嘅救護員大部分咧都需要有一啲國際嘅標準嘅資格。咁其實我哋嘅救護員咧，大部分嘅年齡都係介乎50多歲啦。
佢哋其實本身過去係從事喺消防處救護車工作，咁佢哋50幾歲退休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佢哋都仍然係當打年齡嚟嘅，咁啊，但係擁有豐富嘅經驗啊，咁等等，咁加入去我哋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正好填補到我哋而家嗰個嘅需求。咁當然啦，我哋都招聘佢哋嘅時候，我哋都要考慮佢同我哋嘅服務理念係咪相近啦。咁當然我諗從事咗咁耐救護工作，佢哋都一定有佢哋嘅初心係啦。咁大部分我哋嗰個嘅而家救護嘅團隊咧，佢哋都好配合到我哋嗰個即係理念嘅。咁啊至於醫護人員人手啦，咁其實我哋自己本身有一個醫療中心，入邊都有醫生同護士啦。咁當我哋有需要一啲任務係需要醫護人員同埋儀器咧，咁我哋都可以喺我哋醫療中心上面嘅資源去即時去調配，去應付嗰個需求。所以暫時咁當然我哋希望隨住呢個服務需求繼續會可以滿足得到啦。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個團隊可以繼續擴大嘅。除咗咧係一啲患者同埋機構咧喺有需要嘅時候去聯絡私營救護車之外咧，一啲大型嘅公眾活動咧係咪都有機會需要私營救護車幫手咧？其實我哋都有嘅，大家都知道啦，因為本身公營嘅救護車佢哋已經忙到不得了啦，真係忙到甩晒碌，根本基本上佢哋個服務其實佢哋嘅時數都好多啦，亦都好繁忙。咁所以喺一啲其他大型活動裏面咧，我哋都有提供支援嘅，譬如好似7人欖球賽啦、馬術嘅比賽啦，或者劍擊啦，或者高爾夫球嘅比賽，其實我哋都有提供服務。咁我哋會提供我哋嘅救護車去到現場啦。咁我哋主要咧就係支援嗰啲參與嗰個比賽嘅運動員。如果佢哋喺比賽途中咧，即係出現受傷啊，需要送院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用我哋嘅救護車送翻去一啲私營嘅設施啦。咁如果係一啲公眾嘅，當然我哋有特別事故嘅時候咧，就會打999叫翻本身消防局嘅救護車啦。咁另外我哋除此之外咧，我哋會提供一啲叫做急救嘅服務。當場，因為我哋本身頭先阿希講，我哋嘅本身嘅救護員全部係受過專業嘅訓練啦，有國際嘅標準啦，咁可能可以俾當時參加運動嘅人即時俾到一啲譬如整親、扭親啊、擦損啊，即時幫佢有一啲嘅護理咯。同埋我哋亦都會提供一啲喺現場，譬如特別喺疫情期間咧，有啲大型活動，我哋就會話俾佢聽點樣去做嗰個感染控制咯。咁呢都係我哋嘅角色嚟。咁嘅話咧，就可以令到參加者啦多咗一份保障啦。阿浩啊，你哋一間新嘅公司啦，一個新嘅業務範疇啦，一個新嘅品牌，咁你又點樣係去發展呢個品牌？有咩行動咧？我諗最緊要就係首先我哋要對自己個服務咧係有一個非常之深入嘅了解啦。特別我哋提供一個專業服務，咁同埋牽涉到醫療健康嘅時候咧，我哋對我哋嘅服務要求嗰個水平係要好高嘅。所以點解我哋喺挑選我哋嗰個即係我哋嘅團隊嘅時候都有個嚴格嘅要求啦，同埋我哋本身都係一個即係醫療相關行業服務咗好多年啦，咁有個經驗啦係好緊要啦。第二就當然要睇翻嗰個服務係咪可以持續發展，亦都有咁，所以好緊要就睇下究竟嗰個社會上係咪有咁嘅需求。咁之前講過啦，因為特別喺一啲大型事故或者疫情期間咧，我哋知道呢個需求其實都真係切實存在嘅。咁亦暫時社會上亦都未見到有咁嘅同類型嘅服務出現到。咁我哋就即係呢個好緊要，填補到空間啦。第三當然就係要有一個即係其他嘅人去配合我哋啦，譬如包括政府嘅政策啦，同埋一啲合作嘅伙伴啦。因為淨係靠我哋自己做係做唔到嘅。頭先講過，譬如我哋需要一啲慈善團體對我哋嘅服務嘅支持啦，病人嘅支持啦，或者係廣大市民要更加認識到我哋。咁呢個就要係喺我哋嗰個推廣或者係嗰個宣傳策略上面要諗多少少咯。咁喺推廣啦同埋宣傳策略方面咧，公司有冇啲咩嘅政策咧？其實呢個咧，我哋就覺得第一件事就係好需要傳媒朋友嘅幫手宣傳，因為我哋始終係專業人士啊嘛，so call。咁變咗咧喺做一個推廣上邊咧，我哋都唔係咁熟悉嘅。第二就係當然就係要保持我哋服務水平啦。咁係病人之間或者係服務使用者之間嘅口碑咧，亦都好重要嘅。咁當然就係
我哋盡量多啲機會去同政府機構或者一啲公營機構去合作啦，多啲宣傳，俾佢哋知道我哋服務嘅存在咯。的確係，我相信咧有唔少嘅大眾市民啦，例如我咁樣咧，都未必知道咧有私營救護車嘅存在嘅。咁如果咧我哋可以多啲推廣啦，例如可能有啲講座嘅話咧，都可以令到市民大眾咧係可以知道咧有私營救護車嘅服務嘅喎。咁但係我相信咧喺坊間啦都有唔少嘅救護服務啦，或者係醫療服務啦。咁我都想請教下啦，你哋公司咧同其他公司咧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我諗我哋公司有個好特別，頭先我哋都講咗，我哋一個合法合規，另有一個叫做特別用途車輛嘅救護車服務啦。咁有咩特別咧？同其他嘅分別就係因為我哋架車係有牌，所以相對地咧，我哋架車亦都可以買到一啲相對嘅保險，譬如一啲醫療保險啦、第三者保險啦，變咗服務使用者咧，如果喺當中譬如出現交通意外或者有任何嘅事故嘅時候咧，佢係得到一個保險嘅保障。同埋仲有我哋架車上面嘅所有嘅設備咧都係合規，本身我哋嘅架車亦都符合歐盟嘅一啲嘅標準啦。咁坊間有一啲其他救護服務，可能佢係冇牌照，第一你已經冇咗個保險嘅保障啦，如果有事；第二就係佢哋亦都架車唔合乎一啲國際嘅規格，咁使用者其實有一定相當風險咯。咁喺未來發展方面咧，公司有冇啲咩目標咧或者計劃啊？咁我哋希望繼續將我哋嘅救護車團隊去擴大啦。咁我哋亦都係希望可以增加多啲嘅車輛啦，將我哋嘅服務推廣到係全香港嘅市民都可以去享用啦。無論你係可以係付費或者透過我哋嘅慈善計劃，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同政府有更好嘅配合，以至可以減輕到政府嗰個而家嘅公營嘅壓力。令到我哋嗰個服務更加全面，特別喺一個跨境上邊啦。而家我哋講緊一個叫做醫療直通車啦。咁你聽到最近嘅施政報告講緊就話，希望病人可以直接由內地翻香港，同香港翻內地。咁其實我哋而家day to day 每一日我哋都做緊嘅，只不過我哋去到一個譬如深圳灣啊，其他嘅陸路口岸咧，我哋就要同我哋國內嘅合作伙伴去對接，將個病人由一架車轉去第二架車。但如果佢做到就話，我哋可以病人直接上到去嘅時候咧，成件事就會更加暢順啦，亦都對病人嚟講更加安全。頭先咧，你哋都有提及咧，你哋而家接觸嘅對象咧，都有一啲公營或者私營機構，甚至可能係跨境嘅政府部門啦，或者係私營機構啦，有冇啲故事成功嘅例子同我哋分享下？或者你喺過程之中有冇遇到一啲事情可以令你哋都記憶猶新嘅啦？阿希，其實有一個個案都想就切合到頭先你講，需要聯合公私營嘅醫療機構啦，同埋可能政府部門添。咁有一個個案，佢其實就係一個大學嘅研究生啦。咁佢突發有一個嚴重嘅病患，佢需要有一個肺部嘅移植嘅。咁其實佢個人生倒數其實講緊係二日去計。咁當時咁好彩，佢有揾到一個合適嘅器官啦。咁需要去到廣州去做一個移植。我哋就透過同醫院方面去聯絡，同埋同廣州嗰邊去聯絡翻，究竟個銜接啊如何？咁我哋亦都要同翻因為佢係要做一個跨境嘅運送啦，我哋要同翻入境處啊、等等相關嘅政府部門做得好多溝通嘅工作。咁我哋當時都動用咗7位嘅醫護人員。咁佢係需要用一個叫人工肺嘅醫療嘅器材去做一個轉運嘅，亦都係需要一啲好高嘅設備先至可以完成到呢個嘅個案。咁最後我哋聯合咗咁多嘅人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同政府去配合，咁成功去到廣州呢個病患，佢亦都成功移植咗個肺部。咁最後我哋其實後著我哋都再同佢做咗2次嘅轉運。係啦，咁而家呢一刻佢就好健康咁出咗院嘅，咁呢個都係令到我哋團隊好大嘅鼓舞，支持我哋去繼續去做呢個嘅服務。哇，聽起嚟咧好似好簡單，我諗咧過程之中都有好多嘅體會嘅。係啊，私營救護車服務咧可以話係充滿使命感㗎。好多謝3位嘉賓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你更加了解咧同埋認識私營救護車㗎。